自细汉我就学慢讲话，住伫台南呢，伫厝内厝边拢讲台语。啊，毋过读国校的时阵呢，就爱讲华语，我讲甲哩哩啦啦。有一天老师咧做调查，问我讲：“你爸爸在做什么？”你咧做冰，做冰，在路边做冰给人吃？不是路边啦，一去台南啦。你爸爸台南？对啦，我爸爸去台南做兵啦。迄一天，老师来阮家做家庭访问，看到放伫身面的迄张有卡缅的公文，才知影讲，原来阮爸爸是收到迄笔军人征调令去台南做兵。唉，华语都讲到安尼哩哩啦啦，为什么我有迄个戆胆，竟然想要读外文系咧？今日我要来甲大家分享我的秘诀，5个字做伙念。What? What is she talking about? 唔通学英语？无唔对，因为你若将英语当作是一门课，那安尼下课了后，毕业了后，伊就sayonara。In other words, you don't just learn English, you live English. You make English part of your daily life. 今仔日我就要来甲大家分享，我是安怎每天欢欢喜喜甲英语做伙过日子。我的第一个撇步，我初中的时阵呢，我一个即辈兄哥呢，伊最爱唱歌，伊互我一块乌色的唱盘，我甲叫做妈妈咪呀。因有一首歌，恁一定足介意。Always me in the rich man's world。哎呀，我就知恁一定有听过啦吼。毋过呢，讲到钱就伤感情，所以呢，我拢甲改做什么话呢？来做伙唱。Singing, singing, singing makes me happy in the English world。所以每一天下课转来，我就是对唱盘，甲因唱歌，欢欢喜喜做伙过日子。第二个撇步，每一届只要有发生轰动武林、惊动万教的大代志的时阵，你一定爱看英语的新闻标题。比如讲，伫2000年9月11号，伫美国的纽约发生这件代志 ，terrorist attack。什么意思？恐怖攻击，恐怖的大攻击。6月初6，高雄人的大代志，来做伙念一下。Voters in Taiwan oust the pro-China mayor。哇，原来罢免英语会当用到一个词 ，oust 和 out 出去。啊，遐个呢，每一工从菜篮放伫头壳顶咧摆的亲中派呢，英语会当叫做啥 ？Pro-China。好，7月30，台湾人的大代志，外国的媒体将李登辉叫做 Mr. Democracy， 什么意思咧？民主先生，因为李登辉是带领咱台湾人。加入民主体制的第一个总统，但拄我讲的这个新的词，你拢摇会出来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发生这么大条的代志，你一定会去看新闻。也是就是讲，当你已经有新闻的知识伫头壳的时阵，就算讲内底有一寡词你看无，毋过你普嘛摇会出来伊的意思。既然已经知影伊的意思啊。我就顺续去 YouTube 听英语的新闻，尤其是呢，伫即马这个时代呢，网络呢，拢会当互你食饱饱，所以新闻嘛会当听饱饱，而且佫会当互你呢爱你谈爱你好，什么意思 ？Anytime, anywhere。所以我的第3个撇步就是行到倒，听到倒。刷落来第4个撇步。有当时咱朋友真侪个，啊朋友伤侪个时阵呢，名煞记袂起来。
我一定会帮每一个新的朋友呢，号一个片名，会当将人甲名夹做伙。比如讲，陈时中，单位讲，蔡英文，看新闻，同款的道理。我若拄到一个新的词的时阵呢，我嘛会想一个片名，将声音甲意思夹做伙。比如讲呢 ，cervical， 锁伫内底，什么物件遐尔啊重要，一定要甲锁伫裤内底呢？查某人的什么物件呢？子宫颈 ，relegate， 花这个物件水水若去互落架，就会安怎？降级，吼。而且呢，上介重要的，咱来想办法，每天教因约会，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机会，每当教这个新词约会，我安怎教因约会？我每一天呢，第一件工作就是爱电脑开机。电脑开机的时阵呢，就爱开密码，对无？我的密码呢，就安尼设计，锁伫内底 SDLD。子宫颈 ZGG cervical， 锁伫内底子宫颈 cervical， 安尼每天呢拢爱念一解，每天拢爱拍一解，一个月后呢，这个词就变做我的好朋友。安尼咱再过来换一个新的朋友，花落架 HLG 杠级 GG relegate， 所以呢，佮同款花落架杠级 relegate， 安尼呢，伊嘛会变做我的好朋友。这就是我每天欢欢喜喜甲英语做伙过日子的撇步。亲爱的朋友，英语对你来讲那真重要，你一定爱找出对你上个适合的撇步，千万唔通想要安怎学英语。你爱想这撇步，互你会当介意每天欢欢喜喜做伙过日子。主持人。